有没有金牌？那个赛车啤酒你有赚啊？一个人摸水管，一个人抓。这个谁？喂，这个谁给过去？没有那个吃大骨的。对啊，家里有没有？不然用这个会脱掉哦。对啊，不啊。有那个，你们前边拿谁的呢？好，你叫我买一箱，你叫我买一箱，哇，这不错。怎么那个猪比我还要快呢？红桃。对啊，你看那个刺还在耶。
那个不能切骨头。摸一下，摸一下。摸是到。哎呀，我心啊。那个是切骨头的，你哪会切骨？不是要切那个脖子。我们就这2把刀。好，快点，来，想起来。又说了这边。比较好，别动。哎，那个年轻人看一下，老人家怎么弄的？老人。喂，会长，什么老人？我还年轻呢。会长示范啦。对啊。不得要知道肉怎么过来的。这边给他一半。嗯。那个水泡烧下来。那个水泡烧。年轻人，他为什么要拍？你们知道吗？是要把肉那个给它松弛，鸡肉松弛，等一下你们吃的肉就比较好吃。哎，他不是乱拍的，不是手痒，哦，他一定有他的那个程序。过来听姐妹。哪一个的是的？里面哪个是的？这边里面。年轻人，你们不过来，你们都不在你们的工作，所以你们都不知道。过来这边靠近，自然就会拍到工作给你们。那个至于那个白头发的就不用来做好。那个是杀好几头了，那个就不用了。靠近。不然以后你们的那个老公、老婆都说你们是野蛮人，你们去学习。呀，马来英子好优秀，马来英子。我现在在杀。摸索的人是谁？你们没有带刀哦？手动，不要怕人家骂你。那个肉给它分解。那个油。哎，那个不要了，给拿到旁边去。什么刀都可以。别拿美工刀就对。谁动啊？老西喽，在干嘛，男生？快点呐！这样怎么进步呢？你们还是这样？啊，快了，谁喽？男生都不会举手。他们在做席了。还是那会很认真的。你说呢？你指名的啊？哎，刚
当家的先来，那些，那个张姐那个刀子，你就当做从里给他弄开，不过肉要分开哦，啊，你也知道肉跟骨头要分开呀、你自己摸索，然后不懂的问这个不懂，你看他怎么弄你就怎么弄，不过你拿错刀了啦，那个是很骨头的。你从阿妈那边不是有拿刀吗？怎么样？你刚不是拿翻刀吗？哎呦，那个是阿妈切小细米的那个刀最好用。我猜。好优秀呢，老板娘。对嘛，那个是。好办的这个。你们阿公阿妈都没有刀吗？都不是这做刀，我知道。局部要，局部先把那个肉滚你爸爸滚起来。家有没有那个刀呢？小心手。你先抓这边嘛。要在哪里？没有工作。啊，就你一个人。你要在哪里住？然后去想象，边了。但是那个节奏你知道吗？没有太阳的地方了。就你一个人住哦。大场惊喜啊！看你用你的方式。我也属于那个嘛，就是这样的，不能说是带着你这样，带你这样子已经是吃碗中餐了。小心手，重点是手要小心。拿起来，如果翻起来，再去慢慢割，慢慢割。就像你跟女朋友一定是从上面弄哦，不可能从脚开始点吧？还有女朋友是重点。啊？有没？肠子啦，女孩子去肠子好不好？关键在这里哦，不会到处找你们哦。你干嘛看我？没有，先拿出来，把那个脏东西先弄出来。干嘛先弄水？先洗。要用火，用倒那个，慢慢倒出来。脱掉了哈。这个饲料呢？乱走。我是不会了，你不要下手。多了一次了，慢慢练习。你最近那个。
我已经讲那么久了。你这不行。那你的快乐都还在这里，很多都还在这边呢。你有力嘞。给我拿多一点啊！我也剥。好嘞，拿多一点都没有刀啊，现在2刀嘞。到中午还没有烧完呢。哇！等一下了，那个小公斤拿那个小出的。那个嘞，那个不转了，不装进来。小心手。放水。红龙会了，这个老会了，那个刀，我为命令。是不是龙打？没有，这只是在他们家喝的啦，这全部都是。你不好用哦。不好，等下。之前在家比较大了嘛，就会喝死。像你这样又高了嘛？我已经带2次了呢。高，太矮了。对，都是大人在做，我也不知道。是部长跟。
是比较。不要再过来。看到了没？我来。我。好可惜。这个时候。抓好，抓好。啊？看过了。
刀不见了。你说这个丽水这个地方只有一桶，我有。啊，你有一桶没有？我们都是不要走。你也看起来。他等下拿电视。
你就走。我用了这苹果，有啊，没有。除非你要下水，你看，我不是不讲理。我拨电话了，苹果189，虽然这个张是798的，不少电话。你是这样做的。阿姐，学长给我电话给啊。谁？你好，这边好几箱香吗？我是结婚我们不说，这个这么老还放得香吗？有这个跟的啦，不知道的。我是原住民，我那么爱跳舞，我那么爱傻逼，真的啦。啊，那个结婚了，这个是会长，你们都会感受，这个你们就是年轻人。还是期待你们下手，然后他教你。你接了这个很困难，只有会长才会做。那现在3个就是你们这里才是你。最后，你干嘛就喜欢吃？所以变成奥巴马给你是这样，我只吃那个燕麦，台湾的不用。你根本不懂。这不是拖拉了一个，你根本没想到比我还像原住民。我搞错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就说，昨天晚上去地检，进地票，你跟那个上书。你们在上书，你们上普在上书。如果都有看那个我喜欢讲吃的，我都没有。就是不知道多讲什么。他说我们跟自己的，后来他讲多一个甚至我儿子读东西都给回去了，太好笑了，他读东西，就在上面搞东西，你不要太大，不要让你在学历上面没有成绩，所以你旁边怎么写的？或者这种你觉得比较所谓，你怎么说？单纯的我们亲戚的这帮人啊，这个你们在讲，就是要夫妻或者家人还有支持我。但我觉得如果可以啊，那是你放可以，还是你大概。
小队，弄小队，没有让他们进去。你过去拿几个可以？有了吗？有了吗？衣服有了吗？有没有？那是我的小孩，你不是你的那个，那是你的孙儿而已。你把这个哎，嘎啦啦。这个陈市长，啊，你们新年在嘛？你把这个新年买那个红豆，不会说大些东西都是会成。如果是很干净，我们像叫年轻人给他上面是有黑网的。是，问题是这样铺下去会被弄脏我们的猪。会的，会哦。这样子就多。VIP 签请的，然后他们的名字，稍小的。脏东西。
表示他们都让。是有研发出电厂吗？刚一些那个啊，呀，现在的不行啊，这都水了，汤，鱼啊，拿去放网了。汤。这个宝贝等下就这个少人半，他用半个不知道。就叫你信心。这叫豆浆吗？哪里买的？没有补钱要发。久了。啊，我讲。
然你们那么武汉哎，呢？是打给学长好不好？说小雨的这个不是不让乱去丢了这样。咱们今天在酒，这个是比赛了，对的。好了，我上打。那个张家的女人，这边有的。Hello，那个姐姐。给你喝饮料好不好？啊？好，等一下我自己拿。来来来，我先上厕所了。老大，哎，对，说宝宝。快过。还有快过。我现在喝啤酒。来。来。我们这个是 TVBS 还是？拿了吗？啊，出演。没有，那边一杯那个盐巴，细的，细盐的。我要洗那个皮拉叶的。
哪里那样？请不要抽烟，谢谢。哎，就是不要抽烟。哪里那样？不要抽雪茄嘛，抽你死。好，我前面有把他放刀飞出去了。哎呀，我正想上来，他多我一块财产。你能懂？他多一块地，少一个人分，少一个人，没对手。哎呀！哎呀！怎样？不是抢你地吗？了解哦。而且，带一下刀嘛，因为带手不好。先切进去。跑不是我的。我得去。那还要再煮一次吗？切完，直接手这样。有个心啊。没关系，那边有那个瓢子。快超过50秒了，真的。差不多。哦。3点多开始
吃来。过来过来。我去哪里拿？跟他先去哪里拿？你有去哪里？一个一样的，我没有车。